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必须要阻止他们。哎，我眼下好歹也是奉旨查处书剑一案的钦差大臣，纵然无权过问山西的地方政务，但刘德昭应该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这样吧，你先去击鼓鸣冤。是。大人，你干什么呢？要干什么？龙小弟，武功长进了吗？那是，跟了老大这么久，总得学点本事不是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们家大人奉旨前来山西查案，还不赶紧让你们巡抚大人出来迎接？你们真是钦差大人？圣旨在此，还有假吗？哇，一道圣旨这么威风啊！老大。这个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。龙大人，刘德昭恭迎钦差大人。早就听说龙大人到了舒大人的府上，本该前去拜会，只是公务繁忙，实在是走不开呀。早有耳闻啊，这山西旱情严重，刘大人一边忙着赈灾，一边忙着缉捕盗匪，确实是忙得很呐。龙大人此次来奉旨调查舒大人遇刺一案，不知办得怎么样了？今日龙大人来，可是想让本府助你一臂之力？确实是需要巡抚大人相助之处啊。本府定当全力配合。哎，刘大人，这3个就是劫银劫粮的盗匪吗？不错，现下人证物证俱在，可是他们抵死不招。大人，老朽实属冤枉啊！大人，刘大人，不知有何人证物证，可否给本钦差瞧瞧？龙大人，你可是奉旨前来查办舒总兵遇刺一案，好像这个案子与你的案子没有任何关系吧？你只静静的旁观就好了。这具体的案情，本府无可奉告。王13、谢大牛、胡二狗，你们现在可愿招了？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小民冤枉啊！好一帮刁民，看来不动大刑，尔等是不会招供的。来呀！大刑伺候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，饶命啊！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是抵不了赖的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招认了吧，免得再受这皮肉之苦。大人，老朽自打进了这个公堂，我就知道我不可能活着出去了。老朽经不起如此大刑，老朽冤招啊！大人，胡二狗、谢大牛，你们呢？小人冤枉啊！大人，王13，你就先招吧。大人，我招。大人，老朽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招些什么呀。好，你们3个人那是办不了翻墙入室、劫官银官粮的大事的，你们必然还有其他的同伙，而那些同伙也必定不是普通人。那些人应该是盘踞在牛角寨上的潜明余孽，才会如此的胆大包天，是不是啊？大人，
大人，您说是就是吧？那你就将如何勾结牛角寨贼人的经过，如实的招来吧。这经过，大人，老朽年老昏聩，这经过我实在是记不清了，就以大人调查的为准吧。好，那么你再想想，你又是如何联系胡二狗和谢大牛，去给牛角寨的匪徒做接应的？这位老伯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要认罪是你的事，可不能胡乱拍咬我们呢。前日我家娘子刚刚流产，还等着我回去照顾她呢。这位老伯伯，我家里还有瞎了眼的老娘等我回去照顾，这盗抢官粮官银可是死罪啊！大人，老朽无儿无女无家产，我死不足惜。可是我与这2位小兄弟素不相识，你要让我胡乱指证，小老儿我心里实在是不安呐。看样子你还是没想明白呀。来人呐，在，让他清醒清醒。大人，老朽冤诏啊！大人，这案情经过，您比老朽更清楚，就请你们代老朽写下供词，让老朽画押便是啊。这就对了。来人呐，在，把王13押下去。是。大老爷，走。你们官逼民反呐！胡二狗、谢大牛、王13都已经招了，你们还要顽抗吗？罢了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被砍头也比这么活着受折磨的好，反正都是个死。小人愿招。有劳大人状告小人娘子，小人不能陪他白头到老了，让他自行改嫁吧。你就放心吧。来人，在，把胡二狗带下去。是。走。哎呀，谢大牛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怎么着啊？你们这些狗官，简直丧尽天良！就算你们有本事瞒得过朝廷，瞒得过皇上，你们也瞒不过老天爷！住口！来人，把他的嘴给我塞上！是。慢着，贼什么嘴呀？他不是愿意骂吗？你让他骂。谢大牛，我告诉你，皇上远在紫禁城里，你就是把喉咙骂破了，皇上也听不见。现在呢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直接画押呢，还是领教我这堂上诸般的刑法之后再画押呢？
官，你不得好死！动刑！慢着，不能动刑。刘大人，想不到如此一起惊天大案，你们居然是如此办理的，真是让本钦差大开眼界。龙大人，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。此地民风向来是彪悍奸诈，这几个人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，不过是想博取龙大人的同情罢了。尤其是这个谢大牛，他爹曾是牛角寨上前明余孽中的一员，前2年刚被判了腰斩，而且那起案子就是谢大牛他娘亲自出手的。可是我实在没有想到啊，如今他谢大牛长大了，仍然与这牛角寨暗中勾结。当初我娘出手，害得我爹被腰斩。我一直以为我娘做得对，我爹就是个大逆不道的糊涂虫，他该死。可我如今才明白，是我娘错了，是我娘错了。这大清的天，简直比锅底还要黑呀！这百姓就该反！住口！住口！龙大人，你听见了吧？你看见了吧？此人果然是前明的余孽呀！他勾结山匪，打劫官府的库银。即便是他不招供，就冲他刚才那番说辞，本官也可以判他个斩立决！斩立决！刘大人，若不是你们软硬兼施，诱供逼供，这谢大牛又何至于恶言诅咒朝廷？龙大人啊，这2位，一个是您的贴身丫鬟，一个呢是您的贴身护卫，算起来也是您的奴才。可是你今天看看，他们2个竟然敢在公堂之上对本府出言不逊。龙大人，你平时对你的手下是不是未免太放纵了一些啊？刘大人，这公堂之上虽应分尊卑，但更应该论国法。你这个审案的手段，的确让人无法苟同啊！龙大人，这说起来，你虽然乃是一个奉旨办案的钦差，不过是官拜5品，比起我这2品的大员来说，似乎是还低了这么几级吧。而且这圣旨上写的是明明白白，你龙大人是来办理舒总兵遇刺一案的。龙大人啊，你这干涉我地方的刑案，恐怕是不合体力吧？刘大人，下官的官职是比你低，可是你就不怕下官回了京城以后，向皇上交旨之时弹劾你吗？龙大人，皇上虽然年少，但他却是圣明的天子，我想他不会听你一面之词的。龙大人啊，你这一路辛苦了，我看还是到后堂先歇息吧。待本府审完这起案子之后，再同你好好交流交流同僚之谊吧。龙大人，请随下官到后堂歇息吧。慢着，你们可知我乃是？龙大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主子，要不然您把密旨拿出来给刘大人看看吧。密旨？对啊，皇上不是给您下了一道密旨吗？让您调查舒总兵一案之时，顺便督查一下山西赈灾情况以及地方官员官风吗？哎呀，龙大人啊，实在没有想到啊，龙大人身上还有皇上的密旨啊！不知皇上的密旨现在何处啊？可否让本府看一看？这密旨？这密旨啊，让奴婢小心翼翼地藏在行李箱里了。主子，要不然您随奴婢回去取一趟吧。也好。
刘大人，请稍等一下，下官这就去取。那个刘大人，是否让本府派一队兵士护送啊？不必了。李护卫，你接着替本官陪审，顺便提醒一下刘大人，不要滥用酷刑啊。卑职遵命。